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嘉义番路乡草山溪河路谷，昨下晡熊熊落大雨，造成溪水涨流，有17个伫溪边耍水的游客掉伫溪谷。消防局接到报案，派7个分队赶紧去救人，加在所有人伫早暗拢已经平安互救出来啊。 嘉义县随即个道路大雨，造成番路乡草山溪河路谷蓄水道的溪水涨起来，有17位民众掉在遐。嘉义县消防局下昼4点54分接到通报，出动7个分队23人去救。愈暗溪水愈窜流，消防人员伫咧6点外到现场，6点25分接触到伫咧溪边等待救援的11个人，由索啊甲因带到对岸水较无窜流的所在。 到达现场，立即发现有其中一个团体11人受困于葫芦谷溪流对岸，立即实施抢救，另6人因为遇到溪流前往葫芦谷的上方，逃生。救援人员索啊救火，将救生衫送到对岸，互因穿救生衫爬索啊过来。 膝盖曲折。有6个民众无点伫咧溪流边，是向河路谷的顶头过去。救援人员甲村长最近找到正合的所在，伫要到7点的时阵，伫咧山壁边仔找到因6个人。暗时8点33分，17个人拢总被救出来。父亲节进前的惊险救援任务成功。救援人员无用一暗，虽然真忝，也过会当甲所有人拢救出来，因的心情也真欢喜。嘉义县长王忠良暗时也到中部分队关心。 现场也传烧麦，也个姜汤，互被救出民众甲所有人员食。王忠良也希望民众最近上好是莫去水边耍。最近整个气候非常不稳定，那山区经常会有雷阵雨或是暴雨那经常会造成相当的危险。所以拜托这段时间来到山区尽量不要去靠近水域的活动或者溯溪。根据中央气象局统计资料，昨暗到暗时6点，河路谷的顶楼番路乡小公田测站3点钟的降雨量是65毫米，和专门水库流域的草山溪溪水涨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中国的军演，中国自本是宣布讲军演到昨中昼12点就要收煞。 要搁昨下晡，中国的军机军舰共款搁继续伫咱台湾西科利亚的海域、空域拢有出现。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讲，演习未来会顺常化。若美国白宫是批评中国的行为，想要改变现状，挑工起事，无负责任。若咱国防部伫昨暗嘛表示，到昨尾暗5点左右，咱国军有侦查到66架军机，其中中国有12架是飞过台海中线。 另外，阁有14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多支轰炸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贯通南北，同时双向穿越台湾海峡。 遂行多军兵种环台岛进逼设压。共军初7继续伫台湾周边的海空域进行军事演习。除了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按照计划继续进行实践化联合演训，勇士也讲，共军将会常态化伫海峡中线以东进行演训。国军严密监控、放送驱离，以空中精神、海军舰艇，抑个华地飞弹来应对。 国军持续侦获多批中共机舰以及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模拟对台湾本岛以及我海上舰船实施攻击。国军已经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严密监控敌情状况，并且派遣机舰适切应处。到初7下昼5点，国军总共侦测到强机66台、强舰14台，伫台海周边活动。8月初9，国军也开始年度例行性的重炮射击演训，大号叫做天雷操演。军方解释，这甲中国的军演无关系。针对中国对台湾的各种野蛮的行为，引起国际批评。盛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龚萨福初7带团来台湾访问时阵讲，反对任何的武力威胁，希望中国停止军演。美国白宫8月初6日讲，这款活动是中国改变现状企图的重大升级，想要半人无负责任，增加误判的风险。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need to be resolved peacefully. And what we've seen China do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move away from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fferences to doing so coercively
and potentially forcefully. That's what's changed. 外交部也发声明，感谢国际社会为咱国发出正义之声，并且希望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无理的军事霸凌，甲咱国做伙来阻止威权主义的扩张甲侵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军事演习，中国嘛发动网络攻击，民视的网站直播甲台湾大学的网页拢互骇客入侵。台大的教务处甲研发处首页拢互换做世界敢若一个中国红记记的图。目前台大的网页也搁咧修复。那咱政府即马嘛决定要规定公家机关禁止使用中国资通讯产品。超商代替的电子看板遭到骇客侵入，最近有侪政府单位的网站也遭到网络的攻击，有一支自称 APT27攻击的网军成立真罪，也个已经入侵总统府、警政署、公路总局甲台电这单位的网络来偷摕资料。Our operation against Taiwan is over. We will also announce some Taiwanese equipment 0 day in this government leaked data. 由媒体网络直播频道遭到骇客入侵，中国发动网军挑战咱国政府甲民间资讯安全。行政院决定要禁用中国资通讯产品的范围，对原本甲对政府机关、委外厂商甲分包厂商的限制，扩大到所有公家机关厂系拢袂使使用。从前几天 Seven 或者是台铁出租看板受到骇客入侵，播出假信息，影响民心士气，希望公司部门大家一起合作，共抵外敌入侵。专家分析，中国这波网络攻击，主要是以网络流量和网站袂顶袂当的想要来影响民心。大部分有关于阻断服务的攻击，它往往也是为了要制造一个让你恐惧、让你疑虑的一个心理战或者认知作战的一个效果，甚至它网络攻击可能会掺入一些字眼，这我们在乌俄战争都看到。专家建议经由供应链资讯安全，降低骇客经由网络后门入侵的风险，建立遭到网络攻击的恢复能力，也降低民众因为资讯不足造成社会不安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继续军演，有关心军事的民众，那亲像是有录到民航机师迷局煽动的声音。另外，中国家己发布7个临时危险区飞行公告，除了第7区是伫今仔日早起10点会解除，若其他6区昨中昼就已经解除。严格咱渔业署也是提醒船只爱闪开演习的危险区，虽然已经解除啊，嘛莫随我紧，先观望较妥当。船只入港，渔民赶紧来社会，听到有假信息讲中国的渔船来到东港，渔民讲这无可能。你那船咪拢伫外海咧过啊？拢伫外海咧过无？伊根本无法通我入来啦。中国若是单来演习，也一直拍主信件，不过军演也要继续，好希望出海渔民伊个失望咯。就是本来说3天嘛，那你就现在又延1天，大家多少会觉得说这样子到底要不要出门？这个不确定性。渔民拢袂放心，班机也受到影响，也互长期关心台海空袭情形的军事迷记录到，敢若有民航机师伫马强煽动。根本是马列主义的走狗，所以你们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吗？中国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这阵正是两花敏感的时期，军事迷认为无可能是咱国的国军，不可能是共军自己讲。第二，这也不可能是我们国军的飞官，所以研判是民航机。民航局统计，最近3天起飞降落架次大约在157架架次，无明显的差异。影响较大的是过境的班次。不过，中国所发布1到6个临时危险区飞行公告已经在中昼失效，会来严密监控第7区。让我们的航跟海的业者，他们可以也知道这样的资讯，避开这些所有临时的危险区域。我们只能做好这样的准备了。海上部分航警局发现，过来7个国际上港入船的船只数量，甲前2天是差不多。不过渔业署讲，也是继续来公布提醒渔民，闪开危险的所在，也未完全来解除这个军演的警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演引起大海紧张，台北市长郭文哲就批评讲，两岸问题毋是即马才出现，伊嘛批评蔡政府拢无作为。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话声讲，面对威胁，咱台湾人爱团结，爱好好面对。
中军伫台湾的周边军演进入第4天，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查实讲，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伫台湾的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台海关系紧张，引发各方的关心。湘北市长查实也被问到中军的军演对台湾的影响甲阴影。大家团结在一起，好好的面对。今天这个问题是今天才出现的吗？好几年前就知道会出问题的，那你当时都不做任何动作。那也不来往，现在糟糕了，现在怎么办？好问题了。不过现在只能做危机处理了。台北市长郭文铁以基准的威胁来批评蔡政府，两岸关系变歹，不是这2天，当初无做任何动作，也无爱来往，这阵只好危机处理。讲到中共要继续军演，军事专家讲，中国正对台湾推出新经济，一环都对演习转为实践。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演习转成实战，这种可能性。台湾是一个海空战场，如果他要发动真正的两栖作战的话，要集结部队，那可能要30万、50万人的集结，是不可能说不被发现的，所以才会说它是一种神经战。专家指出，中军演等在台湾的周边军演，中国除了证明中国威胁论的讲法以外，有中共自身有60%的人员是行海上贸易线，中途会经过大海、南海到欧洲、非洲，安尼做造成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对中国长期来讲是袂好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花莲大东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准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若温度的方面，各地今日高温是33度至35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日咱台湾的天气是受南边风气往北边刷的影响，花东恒春半岛有局部地渐准雨，过道中南部的山区爱细致上大雨。另外，因为南海到菲律宾东边海面上，即马有热带扰动、热带系统在形成，上近伫今仔日有机会会变做热带性低气压，而且嘛将有机会会增强变做今年第7号的风台木兰。虽讲未来直接来咱台湾，抑过外围的水汽会影响咱台湾，所以明仔载后日的天气嘛会甲今仔日差不多。环保署已经宣布，按算至控制4年，要全面禁止使用塑胶杯啊。台北市是讲，因要提早伫今年12月份开始实施。台北市内2000外间饮料店、凉水店拢袂使阁使用塑胶杯啊。环保局是表示讲，即马开始宣导，所以店头应该有时间准备。礼拜日一早，菜市啊闹热滚滚，市场内底流动冰沙店，头家手无用吸冰无停过，塑胶杯仔内底装啥物口味，一看就知。若讲将来塑胶杯仔袂当阁使用，爱改成纸杯仔或者是其他材质，消费者讲支持，但业者讲成本会提悬。换纸杯，对，那这更好啊，更好啊，对，你支持这样？对，因为你保丽龙更不环保吧，对吧？纸杯它这样成本会比较高。台北市要为12月1号开始禁用一概用塑胶饮料杯，市场的档啊也无伫禁用的对象当中，是全市2206间饮料店，无限制是连锁或者是非连锁。一般饮料店拢强调讲会配合。北市环保局嘛讲，6月开始已经一间店拜访超过1000间来宣导，嘛互因缓冲期来消化库存。那基本上在宣导跟辅导的过程当中，店家都愿意及早来配合实施，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给了他半年的缓冲期。因应联合国要启动减塑的协议，环保署上班会伫113年全面禁用一概用的饮料杯。这届北市提早2年来启动，环保局表示，早20年前就开始推动禁用玻璃拢的杯仔，减塑减废爱一步一步来。估计这波禁用会当减少7600万个塑胶杯仔使用，那业者违规会处罚1200到6000块。记者们谢基文台北报道。再加详情，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军方伫台海周边军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6有飞去菲律宾访问，有甲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见面。菲律宾的媒体是报讲，伫台湾的菲律宾的侨民是正烦恼两岸情势紧张，已经有甲菲律宾驻台机关咧讨论中国继续恶化有铁力的计划。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国学者最近伫山东、河南有发现一款新的聋哑病毒。疾管署是表示，这个病毒的主人是机器性再个喂互人。疾管署嘛按算会赶紧伫1礼拜内定出核酸检测定序的方法，无排除要列入重点的检测项目。来看自由时报，咱的边境管制又搁继续放冷。
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对今日开始，在桃园机场开放搬飞行机的旅客，等飞行机的时，会使去出境区买物件、食物件，互旅客方便。来关心疫情，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本土疫情，昨昏是新增加21771例。目前咱国内已经有2成人口去挖到新型冠状病毒啊。也毋过即马较互人烦恼的是，就头拄讲到中国即马佫出现新的病毒，因为伫山东有甲荷兰有发现35个人去挖到聋哑病毒，是前次挖互人的。切切增加21771例新冠本土个案，死亡42例，拢是重度感染，而且有慢性病史。近2个月来，国内确诊案例增加真济，确诊数8月初已经占总人口差不多2成，代表每5个人都有一个人确诊过。新冠疫情还未断去，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就证实，中国佫出现新的病毒聋哑病毒，山东甲荷兰有35人感染。推测目前人类感染可能只是这个偶发性的也有密切追踪，其中9例的家人跟密切接触者都没有出现这个人传人的证据。35例有26例只感染聋哑一种病毒，100%发烧，一半加速，白血球减少，也有3.5肝功能受损。医生指出，伊甲日巴病毒是近亲。日巴病毒捌伫印度造成死亡致死率4成，感染聋哑了后，白血球血小板会减少较特别。不过，即马医院无法度去评估伊的致死率。是并没有去特别提到说死亡的一些情形，所以它的死亡率的资料是不明的，所以我可能只能说它的样本数很小，还没有办法去给我们这样的分析。怀疑是动物传染病毒，研究人员伫检测血清抗体发现山羊甲狗分别有2%甲5%阳性，前次是有高达27%，推测可能是聋哑天然宿主。指挥中心表示，会建立实验室核酸检测的方式，将聋哑纳入重点检测项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南岛正出名的旅游景点三亚，因为 BA.5 的疫情变严重，伫初6的透早6点的时汹涌封城，内底有8万外的游客，即马拢防强迫爱留点当地，爱加留7天，而且核酸检测爱阴性才会当离开。旅客毋但袂使游览，阁爱家加开钱，发到家己的食较大的问题。体检站内排队报判下边，拢是咧等检验的民众，这尤其拢是为中国各地到有名旅游景点海南省三亚市佚佗的人。即马所因为初6透早6点，当地无有警进入静态管理，逼留伫当地，互8万外名游客食较大，拢真做问题，导致了一些娱乐项目玩不了，但也没有封城，所有的水上项目全部封了，然后所有的那个酒吧、KTV、网吧、电影院都停止营业了。中国媒体报道，到初5暗头为止，三亚市已经有350个确诊病例，主要分布伫三亚湾加亚龙湾，所以无有警的封城，互当地海运暂停，飞行机的班机减班，还有已经上飞行机的民众，互要求爱登去到原本大的饭店。目前就是在酒店待着吧，因为航班没有取消的话也出不去，因为路上都设了关卡，也不好去机场，去到了你也出不去。当地除了保障社会运行的基本服务，疫情防范控制甲紧急状况以外，市区完全限制人员所顶当，目前停城市的公共交通，留伫三亚的人爱家己开钱找所在住。虽然当局表示会当用半价过暝，不过旅宿业者选软空芳有关原本的住宿费，互游客加开真侪钱。即卖游客必须爱留伫当地7天，经过5届检测，拢正做阴性，而且经过评估了后，才会当离开当地。离进前，搁一届确诊的美国总统拜登是伫当地初6检测正做阴性，伊嘛会继续隔离，一直到第2届检测阴性为止。国际新闻台是唐朋友。国际上要紧，继续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8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2044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473万例，日本超过14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3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已经超过3300万例，那英国超过2300万例。
继续关心国际局势，这是以色列甲加沙走廊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协议停火。伫初七的半暝啊11点半，也就是台北时间，今仔日半暝啊4点半时已经生效。不过，这场冲突发生3天，已经造成43个人死亡。这是停火协议生效进前的半点钟，对远的所在看加沙市的天顶，会能看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拢无停。因为以色列是用铁穹防护系统改炸，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加看到青白烟。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双方有签停火协议，不过对方若无遵守，会做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安尼讲。بعد جهود مصرية وأممية حثيثة وفي ضوء الإعلان المصري عن التزام مصر بالعمل على الإفراج عن الشيخ بسام السعدي والأسير خليل عواودة الأحد 7 أغسطس 2022 ميلادي ونؤكد أننا سنلتزم ب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طالما التزم العدو به. 这是经过埃及协调的进展。一天较早的时阵，伫咧加沙市，因为以色列的空袭造成巴勒斯坦人不幸死亡。过去3天来，以巴冲突造成重大死伤，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有要到一半是一般的百姓。הפסקת האש הזו זה סתם בלוף אחד גדול, וכל מה שקורה פה עם כל הטילים, אילו לא היה לנו כיפת ברזל, ברוך השם ותודה לאל, היום היינו אוקראינה מספר 2. 这回也是以巴伫咧2021年5月，迄当阵11天的冲突以来，两边上严重的疾病。一开始是以色列部队伫咧约旦河西岸逮捕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指挥官巴萨姆萨迪，伊互人认为是前一阵仔发动恐怖攻击，造成17位以色列人，也有2位乌克兰人死亡的幕后的黑手。伊斯兰圣战组织讲要报复以色列伫咧吹过先出手空袭加沙。由伊朗支援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向以色列发射几多百粒的火箭弹回应。加沙走廊自2007年开始，是由伊斯兰主义者哈马斯集团控制。不过到即马，因拢也未加入这边的冲突，互人认为是有另外考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古巴初五暗时，伫一搭港口的油槽，互雷公去卡到，致使大火烧。因为温度真悬，而且佫透强风，火拢拍袂花，直直传出爆炸声，佫烧着别的油槽。这场意外是造成1个人死亡，超过120个人受伤。即马还佫有17个消防人员下落不明。大火业调乌烟烧位天顶去，远远会当看到大火内底，佮一直发生爆炸。古巴的马坦萨斯初五暗时，港口的一个涂油设施发现那讲着起大火，因为高温加上原油帮助大火脱烧，互火势无法度控制。Una explosión muy grande ayer sobre las 8 de la noche y hoy a las 5 de la mañana una explosión tan grande que puso esto aquí como si fuera el suelo. 这个涂油设施拢总有8个大型涂油槽，每一个拢会当底30万桶的原油。因为大火无法度控制，火势伫初六脱烧到第2个涂油槽，即马佫有强风的影响，如果嘛会脱烧到第3个涂油槽。这个火灾造成严重的死伤，至少有1个人死亡，超过120个人受伤送病院。佫有消防人员去拍火时阵，佫拄到后壁的爆炸，至少有17名消防员因此下落不明。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嘛赶去病院关心救治的状况。En primer lugar, hay un grupo de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17, 17 países que aparecieron, que llegaron a un hospital de La Habana. Hay 17 personas que no sabemos. 即马当局已经动用军方直升机，运海水体附近的涂油槽降温。附近的国家墨西哥、委内瑞拉、甲美国这些政府嘛紧急提供物资的援助。伫受到火灾乌烟影响，当地已经撤离9000名的居民安置。当局烦恼，这个火灾会互国家失去大量的燃料，甲储存能源的功能，互原本就欠能源爱逐工停电生活的状况更加严重。公司新闻台是董编译。镜头来美国中小学同款即马在休抓，不过过2礼拜就要开学啊。因为之前美国的学校接传出校园的枪击案，所以伫佛州迈阿密有一间中学，就伫开学之前有动员100外个警消人员举行学校发生枪击案的处理的演习。规套的模拟是看起来敢若真的同款，嘛，互人开始咧思考，反省讲会当有热情，对社会是爱付出偌大的代价。
亲手撞入去学校的教室开枪。警察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学生。非洲迈阿密戴德郡公立学校的校园警察，崔三甲当地消防局甲警局，伫咧海厄利亚中学进行一场校园清洁事件演习。过程中，穿白衫的学生发现着枪的受伤的人，互清洁车着了，倒伫咧巷路顶一直发声等人救。We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response from law enforcement is adequate to saving lives. And what has occurred throughout this country in terms of a delay to saving kids' lives is unacceptable. We need to get better at it as a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y. And in Miami-Dade County, I feel that we're the safest school district in the country. 因为最近常常发生有歹徒夜枪走入去学校开枪杀人，迈阿密戴德郡的校警赶伫咧学生登去学校进前，动员100多位警消人员，还佫穿红衫的教官，模拟应该安怎处理清洁事件，并且互任务顺利收场。警察自头到尾摕着各种的长底枪，用空包弹做实景演练，气氛是紧张国恐怖，互人了解到一个侵害合法化的社会爱付出偌大的代价。Time to negotiate with an active shooter or an active killer in our schools. There's no time to conversate. There's no time to plead with them. Our officers here have a unique skill set, and we're assessing that all the time. It's scary. This is a scary situation. This is not a comfortable situation for anybody. But what's scarier than these drills are having to go bury a 6 and a 7-year-old or an 8-year-old that dies. That is scary to me. These drills are amazing. Yes, they're realistic and scary, but it's needed in this community. 造成19位学生甲2位老师死亡。德州乌瓦德市的罗伯小学清洁事件，最后一位住院治疗的小学生10岁玛雅萨摩拉，经过2个月治疗，7月29由医护人员翻送，行出病房，登去厝的。德州参议院的调查听证会讲，这件恐怖的校园清洁案有一个正惊人的真相，是执法部门的严重失误、欠缺指挥、行动混乱，互原本3分钟就会当处理的紧急事件。尾也是拖了1点钟14分钟，搁8秒钟，才会演变成这场悲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癌症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若癌症的患者上界惊癌细胞传出去，传去其他器官。因过淋癌的患者，若是发现淋巴嘛有癌，就会甲淋巴切掉。即马有一款新的追踪的装置，会当准确来定位癌细胞传出去的路线，配合小范围测度的手术，就当互患者手术了后会当搁较紧复原。即马欧盟甲美国都已经核准使用。安妮塔·哈丁拢有定期做年房检查，不过去年疫情发生了，会诊的日期拖了1年，2月才搁登去做检查。医生伫咧伊的过人脚的淋巴结发现黏癌细胞，好加在这个几公分啊尔。哈丁去看的这间圣乔治病院，用新型的黏癌追踪仪 CentiMag 替伊做正常淋巴结的切片检查，正顺利，将癌细胞一个摊开的淋巴组织切掉，恢复情形正好。I have about a 2-inch cut where the cancer was, and then a slightly longer cut where the lymph nodes came out, just to check that they were okay. 哈丁使用的 CentiMag 是一种自成仪器，甲有氧化体的液态粘性追踪剂 MagTrack 注入患者肿瘤部位了，会互淋巴结吸收。若是癌细胞转移，追踪剂的粒子会低震动。医生借由仪器就让精准地判断癌细胞是毋是摊开，知影癌细胞摊的路线。If the cancer is very early, just in the breast, or a bit more advanced because it's gone to the armpit, and that gives us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future prognosis, their survival, and it will impact on whether they need further treatment like chem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Some mag trace has made it into this lymph node. And we know that because it looks a bit rusty coloured, and also because there's a signal. 以前若是发现癌细胞得到淋巴结伫咧摊，方法就是把淋巴结切起来，规个摕掉，不过并发症正严重。尾下发展的前线淋巴结切片检查，只要把有问题淋巴结切掉，减少手术的副作用。Much bigger scar. More pain, shoulder stiffness, but some patients developed lymphedema, which is swelling of the entire arm, and that can really affect quality of life. 以前若是做精小淋巴癌的切片检查，用的追踪剂含有放射性物质，会
一号病人过敏，体一卡摆也个有新的训练人也无法度使用。不过，这种每个 check 无使用的禁忌，而且保存用期检查费也较俗。除了年癌，这套检查也慢慢用伫咧其他种类的癌症治疗。So people have actually been using MagTrace successfully for endometrial cancer, for melanoma,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s, for prostate cancers. 这套癌症自行追踪装置的介绍，差不多90万台票，已经得到欧盟加美国 FDA 使用许可，有超过43个国家医疗院所伫咧用，对年癌的治疗是一段进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联邦参议院以51票赞成、50票反对，表决通过美国总统拜登所推动的要降价通货膨胀法案。这项法案规模有4300亿美金，会用伫发展清气的能源，因应气候变迁，有一寡钱买来解决美国医疗无平等的问题。来关心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是表示，俄罗斯军队搁一摆去攻击扎波罗热核电厂。乌克兰总统是呼吁国际社会爱对俄罗斯提出更较严格制裁。另外，第2批的纽什船嘛已经离开乌克兰。来关心印度的媒体是今仔日报讲，美国甲印度按算10月份的时，要同齐进行半个月长的联合军事演习，地点伫中国印度边界实际控制线无到100公里。再来继续关心新兴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2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已经结束噶，冒开记者会。国际委员有提出118项意见，由咱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迈益代表咱政府接收。林迈益嘛表示，政府刷落来会赶紧来检讨、来改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迈益找人代表政府，对国际审查委员会主席常来小的手下接过新兴障碍者权利公约第2篇国家报告结论性意见，并且宣示推动新兴障碍者权利。关于身心障碍者人权的部分，涵盖面不够广，是否要有一个国家的身心障碍的行动计划，或者叫做国家身心障碍者策略等等这些，我们都会纳入思考，如何把身心障碍者应享有的权利能够往前推进，这才是国际审查会主席常来小讲，虽然5年前的第1篇结论性意見到即馬有真濟所在有改進，但有一寡所在看袂到有具體進步。Chapter 3, General Issues. We have highlighted overarching general issues, 6 of them. That includes human rights approach,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participation,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nd disability strategy. We have identified these as overarching and general issues. 这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第2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5位国际委员总共提出118点结论性意见。有关听力障碍部分，有电视的手语甲字幕无够，欠缺新冠疫情的无障碍资讯，有新妇女的支持，甲预防自杀等热线，无建立即时视讯通话加手语翻译的功能。听力障碍儿童甲青少年无有够机会接触手语等项目。伫咧结论性意见公布了，包括林育明甲心脏联盟等团体分别举行记者会。台湾农林联盟的理事长黄淑芬伫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期间，记者会无手语翻译甲字幕表达不满。蔡总统很欢喜的跟美国众议院议长在做这个交流的时候，那你会发现说，现场忽略了什么，并没有安排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记者会，没有同步翻译，手语翻译也没有同步听打。民间团体希望政府会当正视咱国的法律甲政策甲 CRPD 之间的距离，对因所提出的建议会当正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消息，咱来关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讲要救内湖的交通，伊嘛有提出几项想法，包括讲伊要伫8天内完成捷运的东环线，而且要用7天的时间起一条通过基隆河的路，互拍甲的交通会当透开。也毋过，台北市长挂问题是靠说陈时中对市情无了解，就毋通乌白砖。最重要的堤顶这个地方，它就有一点阻塞，就好像我们这个血管有一些阻塞。点出内湖塞车的几个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捧出要解决内湖的交通正经巨擘，佮话讲要开堤顶大道到塔悠路的地下连通道。地下连通道穿越基隆河，直接接到塔悠路。这条动脉一旦起来之后，那能够减低我们这个大直内湖到我们中山信义的一个压力。组长要当来完成捷运东环线7天透过增建高架地下道到新开堤顶到塔悠路的地下连通大动脉。陈时中讲要用捷运建设、道路工程、企业合作3支箭做伙写，嘛选设瓜市府人来，是用细尖美容处理内湖交通。那这个其实台北市交通局多年前也都有评估过，那一样的还是牵涉到所谓到时候松基这个地方的存废，以及我们工程上面的技巧。我想市长8年做的是大刀阔斧，小针美容应该是民进党做的。市政地盘红笔卡为首，市长郭文哲嘛报呛声。东环段哦，现在那个审核还在行政院哦，一样要打高峰。对市政不熟，还是不要乱讲话。各方火力组织来科交通，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嘛等取用时间、空间稳固的解封。虽然红讲是假乡对败，周万安嘛批评执政无应该是乱开价。台北市长之前交通正做市民检视政策的第一步。记者陈立福凯台北采访。另外消息来关心，诈骗集团是步数真短，真侪步数，亲像因的讲是假你的亲人，互绑票了后换救命，要求赎金。这款步数是清在有，嘛真正有民众互骗去。刑事局甲台中市的警方最近有公布一寡诈骗的手法，来提醒民众。另外，还有一款是较常发生的，是讲你伫网络顶头买物件，也毋过订单注文毋对啊，所以要求你去 ATM 解除，食的拢是港骗的，乡亲爱惜钱。民众来银行着急要汇30万，讲要救出互歹人绑票的后生，银行人员一听就知影有问题，赶紧通知警方。我无钱，我准啊，这个卡就是倒钱啊。伊若讲伊是恁后生吼，电话挂掉了，你爱去卡恁后生电话去啦嘛？安尼我知。有可能假。这种约我13人诈骗案件，叫做囡仔咧靠要求父母汇钱赎人的诈骗手法是用真久。根据台中市警局统计，今年到即马有55人互人骗去，骗走1175万。第二季的组查案件有137件，金额6884万，比去年同期增加85件。警方呼吁厝内底有老大人民众爱特别注意，应该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的长辈，假如有接获可的电话，应该立即拨打165或是110的电话来寻求警方的帮助。受疫情影响，网络诈骗也真多。刑事警察局公布，今年第二季高风险卖场前5名，有包括来网络册店、迪卡侬、诚品网络册店等有名卖场。诈骗集团用假冒电商业者、各地消费者工作人员操作错误，订单正做特别分期付款，向民众去 ATM 协助解除错误设定者方式诈骗。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咱台湾囡仔真厉害。U12世界杯棒球赛，咱台湾队昨下晡甲多米尼加要争取铜牌，尾仔咱是以9比5摕到第3名。这球击出去，打在了右半边方向的飞球，右外野手必须要再往后推这一个球，这个球最终是出去了。中华队先发投手吴志成，这届 U12第4季红骨人，伫咧季军战第2局下半局落大雨的时阵降出去，这支3分炮互中华队颠倒4比2领先。第3局顶半局，多米尼加 Nieves 走有够紧，走出1垒安打，搁连续投上2垒加3垒，也毋过台南的雨势愈落愈大，资深三步暂停，停了2点半钟。多米尼加来对上中华队。
5点15恢复比赛，多名利者一个人出局，136人，5胜2胜解决一个人。到了48球了，廖奇秀正边外野换柯文洲来投，这个变化球被抓到，多名利者灌3分炮，如果5比4领先。第3局多名利者换投手，难但是希命攻势红 ground。这球挤出去，打在了右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这个球跳起来没有。 5比5平手，中华队伫咧第4甲第5局总共各摕4分。投手柯文洲甲保手陈必胜2个人配合正好，连续2个半局，互东明利者3人起来3人落，上尾来一个三振。调中打者，挥棒落空，3振出局。 9比5摕到第3名季军，选手因大家欢喜甲揽做伙。虽然无成功完成2连霸，不过因伫咧这边U12的比赛，心态甲技术拢有正明显的进步，也是甲因鼓励一下。 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台南。台南玉井爱文山啊，因为气候的关系，今年产量减价剩3成，所以价小毛大起。外国来注文的订单就变较少啊。不过即马市府有找到纽西兰的市场，不过因为咱台湾离纽西兰较远，所以业者即马用吹小的技术来保存山野的品质，互纽西兰民众会通食到上鲜的台湾山野。 最近是玉井爱文山野大出的季节，不过受到气候影响，山野的产量敢若应过3成，价销也对咧称悬，1公斤可能加倍到200块。过去拢差不多伫迄101块就算真贵啊！哦，咱今年上介贵来到8200。 哦，这是今年的产量的问题，各方面也有较特殊啦。吼啊，因为产量少，啊，咱的采收迄个照顾的工同款。一部分的山野会销去国外，亲像日本甲韩国，而且台南市府即届佫加找到纽西兰的销路。毋过对台湾飞去纽西兰，上无爱11点钟的时间，要安怎防止生虫，保存上鲜的滋味？得要伫收成了后，赶紧送去工厂找好烧烧。 今年的外销吼，甲去年相差吼，差不多有一半啦吼。去年差不多有600几吨，啊，咱今年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干那做300几吨。今年因为价销悬，外销的注文量有减少，不过爱文山野利用吹好小的技术，保持上好的品质，互当咧过冬天的纽西兰人也通食到台湾热人的果子。记者综合报道。 嘛是伫台南玉井，伫台南玉井的天宝社区，大家会当看到社区所整理菜瓜边下骹一条一条的菜瓜是生甲真好看头。不过这菜瓜挽落来了后，毋是要摕来食的，是要摕来做菜瓜布的。社区伫最近这几冬有成立教育园区，也有开发一项菜瓜的产品，即马嘛正做社区的特色。 当年7、8月，若是来到台南玉井天宝社区，第一当看到社区内种真侪这种长种的菜瓜，生做大大条，真好看头。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这菜瓜卖袂出去，社区另外阁受补，甲这菜瓜拢摕来做洗碗、洗身躯的菜瓜梨，同款受到众人的欢迎。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讲：“元宵没进龟生得病。”好，所以我们是元宵过后，就开始种丝瓜。 好，然后就是从苗开始种，好，然后它就是经过大概2、3个月的生长，然后到上棚之后，我们才开始留丝瓜，好，然后它现在大概是6到8月是它的盛产期。 这在庄的里面，逐年只要过元宵，就会开始种菜瓜，但7、8月变黄，就当采收，洗出来菜瓜梨，逐条都白泡泡，真幼细。有人怀疑讲，敢是有浸过漂白水？社区总干事505嘛特别公开菜瓜梨制作的秘密。足侪人会好奇讲，阮社区的菜瓜梨为虾米足白？敢会讲，阮是毋是用漂白水？其实毋是，是看伊的成熟度。 像这条较青，伊就是较重，内底水分搁表示讲伊的水分搁足多，所以较无适合采收。这条伊已经黄皮啊，而且伊变甲足轻的，所以这条就较适合家采收落来洗菜瓜梨。
即块天波社区的菜瓜园，长期拢是发展协会咧经营管理，嘛通过水保局的环境教育认证，定定拢有外地社区来参观，甲采收落来的菜瓜摕来做纱文，也是工艺品，嘛加做天波社区的在地特色。记者怎报道？那南投草屯的相当社区是利用县府产业行销的补助，推广因的泥网。即嘛是招大人囡仔同齐来做泥网纱文，嘛互因更加了解在地产业。正定真咧调配做纱文的配方，佮甲接倒入去模型内底。大人囡仔拢真期待亲手做的泥网纱文，而且伫纱文的成分是用泥网加速，这是比一般市面含较侪化学药剂的纱文更较环保。很好玩，也有香气。什么香气？柠檬，我很喜欢，因为很香，会让我更喜欢洗手。是发现，其实可以加入很多环保原料，像柠檬酵素这些不含一些化学药剂的手工皂来做体验，我觉得非常棒。草屯相当里有真侪用友善生态方式种植的泥网农场。社区申请县府的产业行销补助计划，除了推广因的泥网，也捡一寡皮无遐水的泥网，制作做加速，即马搁摕加速来做刷文。它的外皮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的，我们就把它整颗拿来做加我们的红糖，放了半年做酵素这样子哈，去发酵下去发酵，至少放了半年。再把它的原液萃取出来，再把原液里面放到我们的手工皂里面。社区也安排规套的产业导览活动，把做刷文的体验加入去，让社区的居民甲来遮行搭的游客，若有食佮有掠，也对相当在地泥网的产业有初步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来看有研究是证实讲，听音乐会当透放压力，会当互咱的加较快乐，会减少压力。那这个研究毋若讲人，猪嘛共款。比利时有猪农伫无意中的时发现讲，伊饲的猪母对音乐有反应，伊就放无共款类型的音乐互这猪仔听，发现猪仔是较介意、较快乐的舞曲。在轻松的流行音乐声中，这猪仔摇尾四界行动，也个猪仔将两只脚搭伫围栏顶悬，好亲像正沉醉。这是伫比利时尼亚凯沃克的一间饲猪场。猪农派斯曼表示，有一天替猪母人工受精的时阵，10岁后生开始唱歌，原本无精神的猪母一耳目耳仔徛起来摇尾，互伊惊一跳。派斯曼决定伫所有猪身上试看其他音乐类型。第2次的时阵播送活力音乐，第1天结束的时阵改放轻柔摇篮曲。Het meeste succes is de vrolijke dansmuziek. Daar beginnen ze echt op te kwispelen. En soms, als het echt een beetje heviger is, dan gaan ze zelfs echt rond dansen en dartelen. En rockmuziek, dat is te hevig, dat hebben ze niet graag, daar krijgen ze zelfs stress van. Dat is zelfs een negatief effect. Dus het is wel heel belangrijk welke soort muziek dat is. Ja. 伊发现，互猪仔听无共款的音乐，好亲像会影响因的行为，所以就联络相关研究单位，希望用更加科学的方式解开这个谜。研究计划协调员帕曼斯表示，针对猪仔对音乐的反应，科学界依然知影真少。不过，这摆研究已经证明，动物会对特定噪音做出反应，音乐可能共款有影响。To reduce those stress, or to reduce the boredness of the pigs. We also try to enrich the pens with enrichment material like straw or chains or things like that. And it's al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in Pete's mind that music can be a kind of enrichment for the animals to reduce their stress levels and to reduce unnatural behavior. 这研究团队已经得到欧盟甲比利时7.05亿元核心代表219万的研究经费，研究结果会在今年底公布。公司新闻王亚峰朋友。来关心环境，人类直直开发破坏动物的生态地，甲生存地，害动物出现生存的危机。
巴西就有一款高山虾，规身躯的毛拢是感仔色的，数量原本存无200只。加在经过复育，即马数量已经增加。若巴西的保育人员，即马嘛专工伫高速公路顶悬起一座天桥。这座天桥是专门要互高山仔过的，互高山仔会使伫高速公路两边的森林自由来来去去。徛伫树枝顶悬有长长尾金黄色的毛，这是巴西金塞面熊。毋过因为乌白草树啊拍拉车因素，1981年数量只存无到200只。经过保育人士复育，才慢慢扩大族群数量，毋过依然列为濒危物种。Hoje nós temos uma estimativa de 2.500 animais, mas nós não temos uma única população em uma área suficientemente grande, protegida e conectada, com pelo menos 2.000 micos. Esta é a nossa meta. Temos uma área que permita esta circulação dos animais em uma floresta protegida e conectada. 2月热内卢这大西洋烟花森林是全球1万户金山面熊生态唯一地区，毋过高速公路将这森林切作2半。巴西保育家想出好办法，伫高速公路顶悬打造金丝面熊专属的天桥。Quando observamos em detalhes, a gente pode ver que a estrutura possui 2 níveis, possui abrigo central e ao mesmo tempo cordas para a ambientação interna da estrutura. 即马这个高山因透过天桥，伫两边森林来来去去，降低互车路杀的机会。经过真长的协商，保育人员开始伫这条巴西上长4800公里的高速公路顶悬起扩个生态桥。O plantio por sobre o viaduto deve ter hoje 1 ano e meio de estabelecimento. As espécies ainda estão com essa altura. Estima-se que daqui a 4 anos elas possam estar atingindo entre 10 a 12 metros, podendo formar um corredor ecológico, interligando a copa das árvores, permitindo que os micos leões-dourados possam atravessar por sobre o viaduto vegetado. 保育人员佫去围栏，避免动物穿过高速公路遭到落杀。不止路边顶悬的生态桥，也佫有路下骹甚至河流的水下通道，目前有16条地下通道，甲10座生态桥。E essas passagens incluem não apenas o viaduto vegetado, mas também estruturas de passagem copa a copa, túneis para utilização pela fauna terrestre e adaptação do vão das pontes dos rios que atravessam a rodovia. Nós temos nesse trecho hoje o mais importante complexo de passagens de fauna num trecho de rodovia no Brasil. 生态桥愈来愈闹热，顶悬的石坡甲树仔数量也愈来愈多。金西平洋协会希望这会正做所有动物的安全通道。国际新闻陈慧仁报道。天气报你知，社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今日父亲节，祝所有的爸爸平安顺心快乐。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